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咁咧今日先要多謝大家喺YouTube 上頻道上嘅留言啦。咁我覺得大家個留言嘅質素咧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我見好多朋友都係一啲好多建設性嘅留言啦，甚至有啲好好嘅提議俾我。其中有位朋友咧就喺啱啱我對上一條片講基建債券咧，點解會出現認購不足嘅時候咧，都有個講法，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參考。佢提到咧，其實過去咁多年佢都有買 iBond 啊，一啲綠色債券，但係今次咧佢就冇買到呢個基建債券。點解咧？佢講嘅理由就係佢唔想認購咗呢個基建債券咧，好似係支持政府咧係做一啲增加財赤發債黨收入嘅一個做法。咁我覺得呢個講法都好成理由喎，都係即係好可能咧，都係除咗話回報唔吸引啦，或者係覺得有其他投資渠道咧，我唔認購，因為我唔開心。咁所以我寧願係唔買呢批嘅基建債券。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充分嘅理由去解釋點解今次會出現一個咁差。2011年政府發行零售債券以嚟咧，第一次出現認購不足喎。咁我哋喺星期日就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啦，喺佢自己網誌上咧就解釋啦，就話可能都係市民有其他投資途徑啦，所以出現一個認購不足。不過唔使驚，我哋有機構投資者嘅認購反應，我哋有3至4倍嘅超額。咁我哋未來都可以繼續我哋嘅發債計劃嘅。咁，哇！呢個講法咧真係好可怕，佢完全唔去了解點解市民會唔充分認購呢個基建債券，反而係將個焦點放咗喺喂，你呢邊唔買嘛，我嗰邊有機構投資者大把錢去買呢個機構嘅基建零售債券。咁呢個講法，我覺得真係即係幾令人心寒。大家其實留意機構投資者買呢啲基建債券咧，好多時其實好大部分除咗係啲銀行啦、保險公司啦，亦都有好大部分其實係大家嘅強積金嚟。咁呢啲強積金好可能就會買入呢啲所謂譬如穩定回報啊，或者係均衡基金啊，或者係一啲中港增長基金啊。好多時咧，其實佢嗰個組合入邊咧，都會投資一啲所謂政府發行嘅債券。因為喺呢啲機構投資者眼中咧，佢哋認為呢啲係低風險啊嘛，唔需要太過擔心啊嘛。咁但係大家喺選擇強積金嘅時候咧，其實就要諗多一重，自己嗰個辛辛苦苦用嚟養老退休嘅強積金咧，會唔會咁樣被政府吸咗去做買基建嘅零售債券咧？咁呢個係大家要留意。我個拍檔好朋友李世民亦都Simon咧喺佢啱啱嘅 YouTube 頻道咧都有提到基建債券點解認購不足。咁亦都多謝佢即係推介我呢個頻道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睇翻佢嗰個內容。咁我亦都喺度多謝即係有啲朋友啦喺個 YouTube 頻道有Super Fans 嘅支持啦。咁多謝大家支持先。好啦，講翻今日嘅題目咧，我想講馬時亨。馬時亨咧其實係我都認識咗好耐嘅一個即係財金高官啦。喺佢做財經及事務庫務局嘅時候，接觸得比較多啲。當時佢處理譬如好多新股啊、股票市場嘅問題啊，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唔差嘅。只不過係細價股一役，可能就真係太過唔為意啦，或者係疏忽咗啦，結果就即係出現咗細價股嘅風波，咁要問責下台。但係調翻轉講，佢當年仍然願意問責下台咧，其實係今時今日我喺問責高官入邊咧，見唔到有一個人咧係有咁嘅承擔。咁今日講馬時亨係因為佢喺週末嘅時候咧，喺出席都會大學嘅座談會咧，係講咗一啲發言啦。咁當然佢都係先唱好香港啦，包括香港係話重返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嘅第3位，超越新加坡。我哋又有良好嘅大學制度，亦都係股票市場表現理想嘅。咁但係佢都好老實，突然間講咗一啲咧係香港而家出現嘅問題，甚至數咗幾範嘅範數咧，係講緊香港係輸俾新加坡。咁呢個就比較令我都有啲驚奇，因為早喺幾個月前，我自己都寫過一篇文章，當時佢喺明報咧係出咗一個文章，就話點解
話要用數據說話，咁咧就解釋點解香港嘅競爭優勢仍然存在。咁我當時我就寫咗一篇文章咧，就話淨係要用數據去反駁馬時亨當時提出嘅一啲觀點或者係經濟數據咧，係其實講得唔清晰，亦都甚至有啲誤導。當時我就寫一篇文章去反駁。咁今次你見到咧，佢嗰個發言咧係似乎相對上比較平實一啲喎。佢既講咗香港而家仲有個優勢，但係亦都講咗香港一啲競爭嘅劣勢。咁包括咩咧？包括係講緊航運中心，呢個其實大家都知㗎。香港航運中心排名已經跌出全球10大。相反，佢提到咧就係新加坡嘅航運中心咧，其實而家係僅次於上海，係全球第2。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因為20年前香港係排名第1㗎嘛。咁但係我哋嘅航運中心就一直咁衰落。所以我對上2條片講到林世雄即係前任嘅運物局局長點解要被撤換咧？其實航運中心都係習近平其中3大中心入邊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思想啦。咁所以撤換都係有理由。咁除咗航運中心咧，佢亦都提到話香港嘅人均 GDP 咧係差過新加坡。由之前我哋係贏過新加坡咧，而家變成咧係差過新加坡。呢個其實真係有數據支持嘅，都係一個幾顯著嘅變化嚟。我哋講緊香港嘅人均 GDP 嘅排名咧，講緊可能係10幾20年前，我哋的確係即係全球比較高嘅排名，喺全球10大。咁但係經過咁多年咧，其實我哋早已經跌出咗即係10大嗰個排名，反而係新加坡咧嗰個排名咧係越升越高。根據最新10月嘅數據 IMF 嘅數據，新加坡嘅人均 GDP 咧已經去到係148000美元。咁呢個係已經係計埋呢個所謂 PPP 平價物價，你講緊係全球嘅第2位，僅次於盧森堡。而香港咧，香港已經係跌出10大，講緊係44900美元。咁你見到其實嗰個差距咧係接近香港只係新加坡嘅1/3。哇！咁呢個真係一個相當落後嘅情況。反而仲有一個大家可能會唔會為意嘅就係澳門，澳門個人均 GDP 咧去到係13萬美元，呢個係全球第3。咁呢個其實呢個數字可能反映就係因為新加坡人口少啦，加埋嗰個賭場嗰個規模大咧，所以係推高咗嗰個人均 GDP，但唔等於即係個貧富差距係即係有改善嘅，因為貧富差距係唔反映喺人均 GDP 身上。咁但係無論如何，就係新加坡嘅人均 GDP 咧，其實已經跑贏咗香港好多。咁呢個其實係反映咗新加坡其實點解有咁嘅差距咧？其實背後嗰個原因咧係因為新加坡嘅 GDP 總量咧，其實已經遠遠超越香港。由2010年起咧，新加坡呢個 GDP 嘅總量咧已經超過香港。記住喎，新加坡嘅人口其實少過香港。新加坡而家嘅人口大概都係講緊600萬人口。但係香港講緊750萬啦，已經升上去。咁喺 GDP 總量人哋又高，人口又比香港少嘅時候，咁所以我哋個 GDP per capita 即係人均 GDP 咧，咪遠差過新加坡咯。講緊係得返人哋嘅1/3。咁點解新加坡經濟總量比香港高咁多咧？毫無疑問，香港嘅即係財金官員成日都話香港嘅股市係全球3大。我哋講緊最新由呢個 SEN 同呢個深圳研究所做嘅國際金融中心排名，我哋今年9月嘅時候，我哋超越翻新加坡，成為由紐倫坡變翻紐倫港啦。我哋重上全球第3，新加坡排喺我哋後邊之後。但係金融中心嗰個規模咧，其實大家知金融中心相對係比較 niche 嘅 market，佢唔會係產生好多嘅經濟總量，亦都唔會請到好多嘅勞動人口，相對上嗰個金融專才嘅人數咧係比較少一啲。相反咧，反而係新加坡喺呢幾年咧係不斷增加佢嘅競爭力。頭先講無論係貨櫃碼頭嘅排名啦，而比港口貿易更大差異係製造業。喺2020年起咧，香港嘅製造業增加值咧佔 GDP 嘅比重咧已經係不足1%。新加坡咧相反啦，就係將製造業當作立國之本。呢個係由李光耀年代已經做，去到2022年咧，新加坡 GDP 最大貢獻嘅正就係製造業，講緊係2成1，批發貿易1成8。
咁第三先至係金融保險，講緊13%。咁你比較之下，其實金融業佔香港 GDP 大概2成度啦，2成多啲咯。咁你見到其實此消彼長咧，就係新加坡嘅製造業產生嗰個經濟效益咧，係遠勝香港。呢度我都想再講一下嗰個所謂金融中心排名，呢個係由一個頭先講啦，就係一個倫敦嘅一個智庫機構 ZEN 同埋深圳研究所做。佢由2007年開始做呢個金融中心排名，其實過去2年我哋都係輸俾新加坡。咁今年開始我哋又上翻嚟啦。咁當然政府官員就好中意講呢樣嘢啦。咁但係其實由另一個更加具權威性，就係瑞士洛桑 IMD 公布嘅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咧，其實喺67個經濟體入邊咧，香港嘅排名咧，雖然話由舊年嘅第7位去到第5位，咁但係全球競爭力最好嘅地方喺邊度咧？冇錯，又係新加坡，人哋係全球競爭力最強嘅地區，所以話冇比較冇傷害。新加坡嘅競爭力唔單單係金融市場，雖然我哋嗰個股市市值係比新加坡可能高10幾倍，咁但係我哋喺其他方面，頭先講製造業，咁仲有就係香港過去其實一直領先新加坡嘅所謂資產管理行業 AUM 啦，就係即係所謂 Assets Under Management。講緊新加坡舊年2023年第一次超越香港，講緊佢已經係去到40940億美元，而香港係399.330美元。咁你相對上其實你見到即係大概係30幾萬億。新加坡嗰個資產管理行業喺2023年係增長咗1成，而香港只係增長2%。咁你有啲官員有啲研究機構話香港唔知10年後可以取代瑞士成為全球最大嘅財富管理中心。你贏咗新加坡先啦。你成日喺度吹噓即係一啲人哋讚美你嘅説話，但係一啲自己競爭力落後咗嘅地方，你從來唔檢視。咁呢個其實先至係即係可怕嘅地方。當然而家政府係意識到呢個問題嘅，我都承認。譬如李家超講，我哋要增加香港嘅競爭力，包括係新質生產力。咁但係到底我哋嘅新質生產力有咩優勢呢？人哋新加坡由李光耀嘅年代已經開始做一啲芯片、半導體，以至係製造業。我哋香港而家先話開始發展北部都會區，到底我哋有幾大嘅能耐係可以追得翻上新加坡？喺呢方面做一啲發展咧。最後馬時亨咧提過一個問題，佢話香港人要有獅子山精神。佢引述咗話過去曾經見過就係南韓點解成功改革咧？就係南韓金融危機以嚟2007年係積極改革，而且民眾同市民係同政府係上下一心，包括曾經喺金融風暴期間咧，市民係願意捐金啦，去支持政府啦。咁但係而家香港人就見唔到呢個精神啦。咁我想講，其實香港人有，香港人喺2019年我哋政府所講嘅暴亂啦，但係香港人知道呢個係社會事件。其實香港人係好願意支持香港人。我哋面對一啲受壓迫，我哋願意係企出嚟。我哋試過100萬人遊行，我哋試過200萬人遊行。我哋香港人係呢個獅子山精神，從來都唔缺乏。不過係你自己政府用一啲所謂國安法，用一啲所謂鎮壓嘅理由，將我哋個獅子山精神係鎮壓咗落嚟。你而家叫我哋再攞翻獅子山精神出嚟，係咪好荒謬？呢個我覺得簡直係一個笑話。好啦，今集講到呢度啦，咁啊再一次多謝大家支持啦。我見好多睇片嘅朋友都未有訂閱呢個頻道嘅，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俾啲鼓勵啦。咁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